聲嘅。我唔理佢係我哋中國邊位領導人講呢番説話啦，但係我覺得佢講得完全冇錯。點解呢？因為基本上喺1984年嘅時候，我哋中國嘅領導人已經講咗，我哋香港係50年不變嘅。好啦，既然係50年不變，即係依照以前港英時代遺留落嚟嘅選舉原則啦。好啦，咁我就想問問大家啦，喺我哋港英政府管治香港嘅時候，基本上我哋香港有冇普選呢？係完全冇嘅。好啦，咁而家回歸咗阿爸嘅懷抱裏邊啦，咁我哋香港呢班人呢，就開始要求要乜嘢普選啊，要求你咩合理普選，要求你咩自由普選。咁我想問翻佢哋一句説話啦，嗰99年前英國政府喺香港統治嘅時候，點解佢哋冇人敢講一句説話，要求普選港督嘅咧？呢個係我一個好大嘅疑問，我都希望佢哋可以作答到嘅。另外，佢哋有人話想同喬曉陽搞呢個辯論會，咁我都相信，我諗喺一個我哋中國嘅領導人嚟講，亦都唔知你香港係嗰位係咩人士，亦都唔會希望同你搞啲咩辯論，同你傾啲乜嘢嘅。其實我哋中國有我哋中國嘅法治，我哋中國有我哋中國嘅法制。由我哋鄧小平先生落實咗50年不變嘅時候，佢已經冚唪唥喺基本法上面已經寫好晒條款。我哋香港係要循循序漸進嘅。我哋又依照基本法嘅行為、基本法嘅守則，去逐啲去令到香港自由，可以達成一個真普選。好啦，就算真係有真普選，咁如果你話有真普選嘅時候，我哋係咪一定可以選到一個真真正正香港特區嗰個所謂特首係啱我哋香港，或者係一定係好嘅咧？我諗呢樣嘢冇人可以寫擔保，亦都冇100%嘅。所以我自己個人嚟講，有真普選或者冇真普選都好啦。喺我哋香港咁多年嚟嘅我哋嘅人生觀點，我哋基本上係唔需要有咩普選，亦都唔需要有咩政治。我哋香港最緊要係搞好經濟、搞好民生，香港唔要亂。好啦，我睇到呢10年裏邊，多咗泛民呢一班人，係越嚟越多泛民嘅團體咧，係搞到香港已經步入咗一個近乎開始有暴動嘅先兆嘅現象。所以我亦都比較上係希望香港大部分嘅市民企翻出嚟講一啲真正嘅心聲，話俾佢聽，我哋香港人要嘅係乜嘢？我哋香港人真正要嘅係經濟發展、民生取向。我哋唔要動亂，更加唔要佔領中環。因為點解呢？當佔領咗中環之後，香港呢個城市將會臭名遠播，亦都唔會再有遊客嚟咁嚟香港。好啦，亦都有好多國際公司、國際發展公司，佢哋都會考慮到撤離香港，因為香港嘅政治好動亂。我哋香港嘅地方太細啦。我身為一個香港市民，我亦都身為一個香港嘅生意人，我亦都身為一個香港嘅一介武夫。我睇到嘅嘢就係、香港如果動亂，呢個彈丸之地咧，就好難再持久維持落去㗎。所以我好希望，所謂佔領中環，令到香港所謂有真正普選，我認為呢樣嘢係不可為而為之。如果佢哋真係做咗呢樣嘢嘅話咧，香港即將完全摧毀。係咁多，多謝各位。